落大雨，咱的农友嘛特别注意，像苗栗有一个西瓜农，当年有条件种超大粒的西瓜，抑过顶个月连续落大雨，伊2粒大西瓜已经有1粒浸水啊！这几工伊个连续成日落大雨，伊烦恼讲另外西瓜嘛报销去，赶紧就甲抢收起来。进前就听讲暖冬加上这个落大雨，致使西瓜减产，市场价格有可能会起6成，变成了1斤有30块的价格。加在苗栗西瓜影响无大，目前零售价格赶快是1斤20块。我伫个大雨进前，龟农来到田里抢收因所种的超级大西瓜。这大西瓜都要用塞车才搬叮当，放去你棚啊，棚看卖咧，将近100斤。98来斤。苗栗西瓜农林天良每当拢会挑战种这超级大西瓜。顶个月连续大雨，伊2粒大西瓜已经有1粒浸水报销去啊，好佳再另外1粒及时采收。你现在不抢收起来的话，等于一晚太阳一出来就爆掉了。连续几工来大雨，造成西瓜浸水裂开。不过这苗栗的西瓜无受到雨雨的影响，这零售价无变。现在已经20块，20，整颗的20块，然后一颗大概25斤到30斤以上。然后像我们那切开的一斤就22块。4分之一的大西瓜价是130块，民众也会当接受。不过大雨可能会持续1礼拜，到时阵这西瓜价可能还会出现波动。